幫襯送禮爆款兒童玩具，實體店同款啊，現貨直供，攞貨靠譜係冇售後嘅。鄉下走量啊，超快㗎，補貨團隊輕鬆就可以實現賺你嘅 money 啦。仲有10幾日就過年啦，各位商超嘅老闆、擺攤嘅老闆，你哋年貨備齊未啊？仲未搞掂啊？擔心價錢高又冇現貨？嚟南國小商品城啦，一切 so easy。新年肯定要換對新鞋啦，廣東人最愛嘅富豪拖鞋同埋全品類嘅防水拖鞋，個位數就可以起批啦。步步高升啊，好彩頭㗎，攞貨成本低，受眾廣，補貨唔憂賣㗎。新年家居肯定要換新毛巾啦，你睇我哋呢度毛巾，雙位數3字頭起批，你睇下足足有20條咁多喎。寓意啊，從頭順到尾，攞貨價低，利潤又足，商超擺攤備貨必衝㗎。暖居換新核心床品嚟南國，枕頭套12蚊一對起批，床品啊20幾蚊就可以實現起批啦。你睇下呢兩款全部都係雙位數2字頭就可以實現，現貨不壓貨，安穩興旺好寓意，攞貨性價比直接拉滿㗎。哎呀！B 端採購嘅老闆揸緊時間衝啦！南國嘅年貨全部都係現貨，評論區溝攞貨，芳姐帶你去 C 位揾爆款靚貨。